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外送员接订单找地址，手机啊拢正常电，所以有一寡外送员会伫咧机车顶来加装充电孔，但是安尼真会造成着整流器烧倒。南投一个外送员就伫伊的机车来安这个充电孔，结果咧外送的时阵，闻到臭火大味，刷落来，伊机车的龙头就导火烧起来了。加在走了紧，人无安怎？啊，这个导火原因可能就是整流器歹去。 外送员机车拢导火啊！你手机先拿起来，手机拿掉。外送员我紧想要抢救外送袋啊，不过伫龙头顶的手机啊拢是火，根本无法度摕。消防人员赶紧甲火拍花。外送员的手机啊歹去，车顶的外送袋啊，佮有人摕物件，全部拢无法度送。东山是干啦，通外口的沙。 那就倒起来啊！系啊，有几只就倒起啊。机车安怎会导火？机车行的头家讲，应该是刹路器的问题。整流器嘛，害去嘛是影响个线路会走火。刹路器会使稳定电压，不过外送员为着充电，会开400-500块加装 USB， 这有可能造成刹路器歹去导火。店员太麻烦了，只能装这个，就也没办法，就车子丢着，赶快跑。旧的车款需要加装 USB， 不过较新的车就拢有充电设计，嘛有人直接这行动电源替手机充电。怕机车上电瓶。 外送员伫外口有当时要做12到16点钟，接收订单、找地址，拢爱用手机啊，真伤电，所以充电就真重要。不过嘛要考虑安全性，啊无就像这位外送员加装 USB， 结果干那刹路器出问题，害规台车导火，危害生命安全。